在赌王何鸿燊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，财富和女人就是赌王最让人津津乐道的点。其中陪伴在赌王身边时间最长的女人，就是二胎蓝琼英。蓝琼英很小就嫁给了赌王，两人是因为跳舞结缘的。之后，在1957年，蓝琼英就嫁给了比她大上22岁的何鸿燊。在嫁给何鸿燊后，蓝琼英就一直以贤内助的身份，一直在帮何鸿燊打理生意。在何鸿燊出席的一些重要的生意和社交活动中，都能见到蓝琼英的身影，可见蓝琼英在赌王心中的魅力有多大。至于蓝琼英为什么能让何鸿燊这么倾心，从1997年何鸿燊和蓝琼英跳舞的画面中，你就能明白了。可以看到舞池中蓝琼英的身材真的是惊为天人，舞姿也是风情万种，颜值也是非常的高。试问和这样的一个美女跳舞，怎能让何鸿燊不感到心动呢？这也难怪何鸿燊刚和藍瓊英在一起時，會被稱為澳門的舞帝和舞後啦。人、金錢、權力同埋聲譽呢4樣嘢，邊一樣嘢你認為係最重要嘅？最重要都係女人。哇！講得真理話，本根經流啊！10蚊仔係咪阿媽最緊要先？係啊，係嘛？成長識拍拖啦，係咪最緊要 girlfriend？ 結咗婚最緊要個賢內助啦。咁啊晚年啊都怕要揾翻個伴照顧下啩。係喎。故此我認為女人最重要。